他今年这样能查到的嘛，也是学校打他们老嘛，毕业他就往这现在的Mundgod 3年北京水木打，北面给中国完的估计时间呢，那边个老的呀，对听这个的呀，啥用的东西，用这么都这么穷的跟你不一样，第一个给就用这东西年纪大了呀，还那边的。也估计是没的，是不是没的，他可能在一边准备把东西这个所有的东西年纪高了，最主要不是这从说因为都在谈论的，陆续大大就是陆续新的咱们就放了把这个接触的呀东西，那么这个村子呢，他提醒给你们的电不做了呀，你们的没有去把或者这个电呀或者把这个测试完把我接着去小我了呀，这边个分没钱的话，给你分没不对话的。我们就朝学的没那么多钱的，就不一样，就咱们这，不过上午的出去要不是不是搞活动，跟他准备个菜点的，现在就这个菜你这边个383给最明年的话就是，就么上的收入钱从他们老人，看到现在嘛都是，因为3级嘛老大学不下面的他们老人，不要路。
Tibet